1891年，Tesla 在交流電應用上又有新嘅創舉，係科羅拉多州嘅律師金黃礦嘅經理Leon要求下，西屋落實了一份合約。這合約要求安裝一套 Tesla 交流電系統。問題這工程難度在於位置深山，需要跨越一條河才能去到記礦場去提供電力。這種間距長度是直流電沒法做到的工程，而且還要比原本的煤炭蒸汽發電更便宜。在這前提下，基本就是需要一套完全獨立運作的發電機組，而且是能自給自足的才能符合。但這反而激發 Tesla 嘅創造欲。這不單是用上交流電去確保電力穩定性，還使用又一個新技術去進行工程。呢個就係水力發電，而呢個發電廠後來被稱為 AM 水力發電廠。不單長距離供電，以及使用高壓傳送交流電傳輸，還是水力發電等等嘅突破性技術的結晶。